我係頌缽療癒師Alice，歡迎你嚟到呢一場滿月頌缽冥想。請你揾一個舒適嘅姿勢，你可以盤坐或者仰臥，讓身體能夠完全咁放鬆。請你輕輕咁閉上雙眼，將注意力帶到我哋嘅內在。我哋感謝宇宙，感謝滿月嘅來到。我哋感謝大地，感謝佢帶來嘅安穩。我哋感謝自己，讓自己喺呢一刻放鬆。滿月係能量圓滿豐盈嘅時刻，亦都係釋放同淨化嘅最佳時機。今晚我哋將借助頌缽嘅震動，清理累積嘅情緒以及壓力，並喺清晰嘅能量當中種下新嘅意念。我哋先嚟3次嘅深呼吸，深深咁鼻吸，感受宇宙能量流入，輕輕地口呼，釋放所有繃緊同雜念。深深咁吸氣，感受宇宙嘅能量。輕輕地呼氣，釋放所有繃緊同雜念。吸氣，呼氣。而家我想請你將意識帶到去我哋嘅頭頂，感受頭皮、額頭、面頰嘅肌肉逐漸咁放鬆。然後意識慢慢咁向下延伸，放鬆我哋嘅膊頭、手臂以及手指，感受胸腔隨住呼吸自然地起伏，腹部都跟住放鬆落嚟。再請你將意識繼續往下移，去放鬆我哋嘅骨盤，放鬆我哋嘅大腿，放鬆我哋嘅膝頭，放鬆我哋嘅小腿，直至我哋嘅腳板。想象住你嘅身體就好似一棵大樹，扎根於大地，而頭頂正連結住滿月銀白色嘅月光。大地會支持住你，月光會沐浴
你感受到無比嘅安全同平靜。我將會繼續敲響頌缽，而接下來請你允許缽聲帶你進入更深層嘅放鬆。期間無論有任何嘅思緒，請你任由佢去來去經過，而你只需要去聆聽，讓聲波就如水流一般洗滌你嘅身心。第一個缽聲會清理你嘅心靈，讓雜念如同霧霾一般被月光穿透同消散。第二個缽聲淨化你嘅情緒，釋放所有嘅不安以及憂慮。頌缽嘅聲音會帶走佢哋。第三個缽聲震盪你嘅身體，讓每一個細胞都喺聲波當中更新，並且恢復活力。呢個時候，請你想象住銀白色嘅月光從頭頂流入，並隨住頌缽嘅聲音蔓延到你嘅全身。而月光所到之處，所有停滯嘅能量將會開始流動，所有嘅沉重都會被輕柔咁融化，你將如同被月光照射嘅湖面一樣清澈寧靜，並反映住無限嘅可能。
我想邀請你去問一問自己嘅內心，喺呢一個月週期入面，我最想釋放嘅係啲乜嘢呢？佢可以係一個習慣，可以係一段關係嘅牽絆，可以係內心嘅自我批判。請你喺心入面同佢講：我感謝你帶來嘅學習，而家我要釋放你啦。跟住落嚟，我想你再問自己，喺嚟緊新一個週期入面，我最想邀請乜嘢進入到我嘅生命當中呢？佢可以係一份平靜，一份勇氣，一份創造力，又或者係一份具體嘅目標。呢一刻，佢將會化作一粒種子，並喺你心中種下。而月光同埋頌缽嘅聲音，會為一粒種子帶來滋養，讓種子漸漸咁發芽。
而家請你慢慢將意識帶到呼吸當中，吸氣，呼氣，感受身體同地面之間嘅接觸，輕輕咁活動一下你嘅手指、腳趾、頸椎，慢慢咁擘開你嘅雙眼，將呢份寧靜返到呢一刻。如果你有任何嘅頭暈或者深層嘅情緒浮現，呢啲都係正常嘅。請你允許佢經流你嘅身體。請你記住呢一份滿月給予嘅禮物，淨化同重生嘅力量，而家就喺你身體當中啦。好感謝你嘅參與，願你如同滿